大家好，我係正言堂嘅李山元，今日會同大家分享屬馬嘅朋友喺2026年丙午年嘅來年運程嘅。咁屬馬嘅朋友，今年就係你哋嘅本命年啦，屬於值太歲嘅。因為喺地支上嚟講咧，馬就係午，而今年就係丙午年。咁今年咧其實都還可以啦，勉勉強強啦。雖然咧就話又有伏屍啊、三刑、劍鋒，咁呢啲全部咧都係對於你嘅阻力嚟嘅。因為你嘅本命年有咁多嘅空星，全部係關於人事矛盾啊嘅星入咗去，咁所以咧對於事業上咧係好大嘅阻力嘅。但係咧喺正面啲嚟講，有將星扶持。正面嚟講，將星咧屬於以前有個將軍去護駕去保護你，所以你以後遇到嘅事咧亦都會逢凶化吉，將呢個阻力變為助力，成為事業更上一層樓嘅好好嘅動力啦。咁特別要留意咧，係1966年屬馬嘅朋友咧，今年要多加留意啦。你哋咧係剛剛行咗一個甲子，係你哋今年係60歲生日嘅。咁其實喺八字嚟講咧，丙午年出生嘅人行返丙午年咧，就屬於伏吟嘅。咁特別容易咧發生一個嘅災病啦，可以因病入院啦。咁所以咧一定要多加留意自己嘅身體。咁而1990年嘅朋友咧，同樣需要多加留意㗎。因為咧佢好容易喺工作上會轉換環境啦，同同事咧有所少少矛盾啦，同埋有機會投資失利嘅，屬於一個變動年嚟嘅。咁所以咧屬馬嘅朋友一定要多多留意啦。如果大家咧想知道關於自己生肖嘅來年詳細運程嘅話咧，歡迎 PM 我哋會盡力解答大家。